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总统蔡英文于19日上午接见新任英国在台办事处的代表邓元汉，期盼台湾与英国在未来能进一步针对自由贸易协定或是双边投资协定展开对话，并在各项领域持续深化双边的合作关系。蔡英文在致辞时表示，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欢迎，也谢谢邓元汉40年后再次回到这块土地所展现出来的热情。而蔡英文也说，2021年对台湾跟英国都是关键年度。接下来，英国在正式实质脱欧之后的发展是全球关注的议题。而无论是全球疫情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持续走向国际舞台，都是台湾今年重要的挑战。不管是台欧连结奖学金的英国专案、双语国家政策、商务合作跟投资方面，以及民主、人权、自由贸易价值之上，都希望双边的合作关系能够更深更广。而在疫情期间，台英双方在物资捐赠、疫苗采购的合作与对话，印证了双方关系坚定，也希望未来能一起努力，促进双边关系，展开更多领域的实质对话。美国在本日进行新旧政权的交接，外界普遍关注川普在4年来的抗中政策是否会在拜登上任之后被扭转。而美国前任副总统彭斯于日前则呼吁拜登新政府应对中国要永远保持警戒，以捍卫美国的盟邦及伙伴关系。To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determined to expand Beijing's influence across the region through military provocation and debt diplomacy. And so I urge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stay the course, do what we've done, stand up to Chinese aggression and trade abuses. As a new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prepares to take office, we do well to remember, as Americans, that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 and that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s essential to our prosperity, our security, and the vitality of freedom in the world. After generations where America and our allies defend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free nation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to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determined to expand Beijing's influence across the region through military provocations and debt diplomacy. And so I urge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stay the course, do what we've done, stand up to Chinese aggression and trade abuses, stand strong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put America and our freedom-loving allies first. 回到国内，桃园部立医院的院内感染扩散加剧，19日再报4例本土确诊。而为了避免群聚感染扩大，指挥官陈时中宣布，19日起将桃园部立医院的220名病人外移到专责病房，管制所有楼层，并全面做消毒，以作为相关医护人员回院隔离的场所。一起来看记者会现场。4例的本土的个案均为医院感染事件的确诊个案的接触者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表大概我们大概是红色的这几个个案是今天新增的大概是按864、865，它是按863同住的家人。那863在工作的时候接触，863是10B 的护理师，在工作接触的时候，他有同病室的同病房的护理人员是868。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在9B 的 Y 级看护，他是869。那因为我们原来的856。他的这位主治医师，他有跟这个869有接触过，
那似乎好像他跟869也跟838有接触过。那到底他是由哪一位？到底由838或是856传给869的？那目前我们在厘清中。那总共有这样的一个4位的案例哈，1位护理人员，那2位是原863的同住的家人，那另外1位是在9B 哈病房内的外籍看护。863跟864哈，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好，那他们在案外的活动的地点哈，大概一个哈，就是在1月13号11点半到12点1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1月16号11点40到12点3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轨迹，我们现在在厘清中。那按865哈，按865，他在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店上班，所以1月16号到1月18号，都在这家的一个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那整体详细的时间，基本上他是上班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不过详细的几点到几点，那这还需要再厘清。那这位865案在摩斯汉堡店里面他主要的工作人员只有他跟1位店长，那现在店长也在居家隔离中，那采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在整体现在我们的部桃里面，当我们成立了前进指挥所那相关的一些工作跟一些分配，还有一些联络窗口都已经建立。那目前几个比较新的，就是在居家隔离者，我们基本上要以集中检疫或者回院隔离为原则。基本上在纵使在居家的话，我们也认为说，基本上还是跟家人能够做一点区隔是比较好。所以一方面会放在集中检疫或者回到院区。那回到院区里面的因为我们在我们在执行我们的相关医院的清空的计划但不尽然是全部的清空。就我们认为需要清空。那今天我们会开始有120名，明天开始有100名的病人开始往外面的专责隔离病房来移动。那相关的病房陆陆续续包括前面清空的那在经过消毒检查之后，那可能就可以作为我们相关医护人员回院隔离的一个处所。那当然楼层的管制，那并全面的消毒，那分层现在在进行中。今年台湾灯会原本预计在2月26日至3月7日于新竹市举办，但因为疫情升温，19日行政院举办记者会，宣布今年的台湾灯会确定取消。至于目前已规划制作的各项作品，将会在未来再找时间呈现。今天早上会商的结果，大家一致的决议今年的台湾灯会在新竹的台湾灯会我们停办。由于新竹市是属于一个它现在这一次灯会的空间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型的空间，是属于城市型的灯会，所以在人流的管制或者是采用实名制的方式的一个防疫的措施比较不容易执行。所以今天早上会商的结果，大家一致的决议今年的台湾灯会在新竹的台湾灯会我们停办。因为过去这1年来的时间，新竹市政府和交通部观光局的同仁，这个花了很大的心力，邀请了许多台湾国内外顶尖的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共同来参与2021台湾灯会的一个规划。国际疫情非常的严峻那台湾的疫情这1周以来也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非常不忍但是要非常严肃的来面对这个课题。所以从上周，我积极的和交通部嘉荣部长，还有我们疫情指挥中心时中部长以及中央持续协调沟通，
我们在讨论如何守护国人健康第一、防疫优先的情况之下，是否有没有可能继续如期举办灯会，或者我们必须决定停办灯会哦？这是在新竹市的旧城区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2个主灯，这一个是在新竹市的地标东门城，这个是其中一个主灯。另外一个主灯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规划的景华主灯。那这整个城区都是我们的灯会的一个场域哦，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些都是巷道。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10连制哦，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型灯会里面，确实有执行上的一个困难。新竹市这个城市相当的密集，人口相当密集。那我们这个是台湾非常重要半导体重镇，所以近期因为疫情升温，我们接到很多在地竹科的企业向我们来反映，希望能够考虑停办台湾灯会，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员工来参加灯会，那也有可能因为参与灯会，疫情又增温，有染疫的风险。当然损失有形跟无形啦哈。如果站在预算角度来看，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大概有2亿元的预算要投入这次的灯会，那有一部分是补助地方政府，有部分是自己主办。再来让您看到的是，工程会前委员长石木清日前涉及富商不当往来，却意外的扯出有上百位高阶检察省长及多名警察官员涉案。而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受访时强调，政府对违反乱纪一定会严查严办。政府态度只有一个，就是任何司法争议都应该无枉无纵，查明清楚。而对于违法乱纪，一定要严查严办，那才能彰显司法正义，还人公道，才能让民众恢复对司法的信心，建立司法的公信。那相关的个案已经开始进入司法侦办、侦查、查办的程序，行政院尊重，不予评论。谢谢。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的罢免案在上周6投票通过，而台湾基进党立委陈柏惟遭点名会成为下个罢免对象。有网友就翻出2年多前陈柏惟曾在脸书 po 文，说到如果王浩宇自己与高雄市议员黄捷都被罢免，就要请全台湾人吃鸡排。但日前陈柏惟却不认此事，被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开玩笑的说，陈柏惟是涉及诈赌。在发类似的请客文吗？请客文，鸡排啊，是鸡排，对，鸡排祭品文啊。可以发，为什么不能发？可以发啊，可是不要输不起啊，他们2020就没有办法罢免掉啊，输不起啊，然后那边牵拖到今年，哇，大家跟着起舞，我不能理解。例子好了，我看到陈柏惟在2019年7月6号有在他自己的脸书发了一个文哦，我觉得那一篇脸书贴文哦是应该是涉及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说要请是来鸡排文嘛哈，说要请全国人民吃鸡排，大家都有看到2300万人民。不过那一篇文涉嫌诈赌了哈，因为他写了2019年我们3个小议员，他那时候也不是议员啊，他没有当选议员啊，他是2020 1月11日才当选议员，所以那篇文章涉及欺骗全台湾2300万人民，这个第一个他是诈赌行为。第二个就是说，陈柏惟委员可能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常识哈，因为所有的民选公职人员必须就任满1年才可以，未满1年不得罢免之嘛。那我们2020年1月11号就任，那应该要不是就任，2月1号就任，1月11号当选，那要到今年的2月，就是下个月，我们才符合被罢免的这个资格，就今年才可以开始被罢免，2021年。所以他不知道是故意不懂还是真的没有法律常识哦，不知道公职人员
就是就职未满1年不能罢免哈，所以发的那张脸书贴文，也有可能是，我看可能诈赌的行为比较大，欺骗全国人民。电音女神谢金燕睽违5年再度重返小巨蛋开唱，16日举办演唱会，吸引了近万名粉丝到场支持。而一开场，谢金燕就穿着一身火红亮片的超 V 紧身服，搭配红色披风，化身为火辣时尚的大气女战士降临舞台。当她唱到歌曲5、4、3、2、1的时候，她特别安排从天而降的充气狼牙棒，要送给粉丝，让现场的歌迷是嗨翻了天。现在紧紧拥我入怀，一起随着音乐来摇摆。你不是我最佳情人，但也不坏。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it's a special night. 情要走，想描绘爱的自由。我跟着爱飞了，抛开爱的困惑，再接它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河，我随心情要走，让爱情重新来过。不需要离别的经历，关怀纯净的爱。Baby，随着美剧 ，Come on come on baby， 5、4、3、2、1，能够在怀里呼吸。Come on come on baby， 5、4、3、2、1，能够在怀里呼吸，这美景。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